先若繼續來看澎湖的花火節無人機的表演，去年是表演史努比，結果脫車，想袂到今年表演到七龍珠，也是繼續脫車。講這個多樣氣格無法度完整來呈現。澎湖縣政府今仔日特別開記者會來道歉，嘛請民航局甲 NCC 幫忙釐清，是毋是有外部信號干擾的問題。經典的艋舺角色七龍珠的主角悟空一現身，全場隨搶搶滾，包括賣吉他、有依戀戀的龍珠，大家攏趕緊摕手機來錄影。不過刷來狐狸仔頂半部無出現，比可樂嘛是同款的狀況。澎湖國際煙火節初時正式開幕，想袂到昨暗時無人機展演的第二場就出狀況。雖然佇咧煙火了後重新閣起飛，經文標誌七龍珠甲悟空攏完整呈現，不過了後的圖頂半部攏無去，好真濟遊客一抓落來到這是真失望。比較可惜是那個比克跟那個佛利扎，對，大概只有一半。煙火超漂亮的，但是無人機有點粗暴。有點可惜，有點蠻失望的。那今年的無人機突錘，去年的史努比連兄主題無人機首演就失敗，落來閣甲囡仔人牽着傷。縣府含廠商解約，甲村的表演隆重取消，是煙火節甲國際合作6年來頭一個拄到全面停飛的狀況。想袂到經過1年，閣再出代誌，副館長公開回實咧。縣府呢也已經函請民航局及 NCC 呢，協助釐清現場是否有涉及外部資訊干擾的情況。GPS 訊號的干擾的情況之下，會讓飛機它是一個迷航的狀態。我們系統再去下指令給它的時候，它會就原地去把它做自動降落。網友閣講聲笑講，敢是有唱驚喜，又看賣我是想。不過在地旅社甲觀光業者攏真煩惱，真濟遊客攏是專工為着看無人機的表演來刷接刷，看到出代誌。連續2年發生同款的狀況。就會後袂少遊客無信心。你好，我是宋彥明，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緊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